喺2013年，我被邀請到去歐亞聯盟社會工作研討會，睇到台上面嘅講者，我就有一個夢，我有冇機會將呢個研討會帶嚟香港呢？喺2017年 ，Benny 創立咗香港專業輔導界人學會。喺2023年，我就加入咗啦。我為咗我哋學會咧行得更遠咧，所以咧我哋咧加入咗 BNI Believe 喺度咧，我哋認識咗一班好信任我哋嘅團隊。老實講，叫我加入戒協會，其實我都唔知做咩。但係都唔影響我哋相信 Dr. Benny 嘅為人同埋願景。只要係會有嘅事，都係我哋嘅事。喺2026年，我哋嘅機會嚟啦！今年喺白俄羅斯嘅年會，面對住國際評審嘅時候，我唔再係一個人單打獨鬥，而係一支無懈可擊嘅專業團隊。I'm also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the next Russia Forum will be held in Hong Kong. 2027香港見，國際年會能夠成功落戶香港，唔單係我哋嘅團隊贏，更可以將香港獨特嘅多元文化展示俾全世界。因為 BNI，我哋行得更快，走得更遠。